伊只加减嘛吼，起来徛看卖安尼，虽然讲较紧张，这训练就好。无食港大私底下嘛是意思共款啦吼，咱去度人，咱见人谈道去度人，哦，你要别人好，希望来求道，你一定拢表现上好诶方法。无形当中你家己就鞭策自己，提升自己，所以讲叫做度人度己。你咧度人，其实就是咧度自己。咱今日毋是讲我家己度好啊，度甲像佛陀安尼圆满啊，然后我甲去度人。其实安尼吼，咱拢无机会。你个修14人，你就无可能去度人。你若修14人，咱就袂提升。咱今仔要提升，就是讲照伫咧度人诶当中去提升，照伫咧办道诶当中去修道。无道免啊修，我常常坐伫厝内底参禅打坐，用我面奇怪去，然后3年后金光强强滚，无可能啊！3年后出来吼，出来到外口咧个，若讲真诶讲吼，佮拄着啥物项目相关诶，车相客，还是讲啥物人来招待咧，可能咱一个气就去行开。意思共款啦，你坐诶时阵无代志啦，起来诶时阵，若去拄着代志诶时阵吼，有哪共款是吼，一条气要行，哦，烦恼啦，一个烦恼啦，受气啊，一个受气啊。这拢爱伫修，这拢爱伫办道当中去提升，这拢爱伫度人诶当中去提升，所以讲咱像十恶所思，十手所思。其实这个十恶甲十手，若要来讲较贴切，毋是讲人咧人看，人咧人看，迄是吼普通诶尔。真正要做甲讲十恶所思，十手所思，其实吼，迄是你自己咧看自己，迄叫做心毒。你若讲照着别人咧逐人看，然后咱甲做较好诶，迄无共。这个别人拢无逐人看，咱家己诶良心咧逐人家己看，安尼才是真正咧修道。所以讲，即个十恶甲十手，就咧指啥？指咱人诶良心本性。所以讲过咧就安尼解释嘛，迄个十是味家，是味家遐一个人，咱逐个良心本性。所以讲，迄个十就是指本性。拢无人诶所在，但是你家己会清楚。哪像讲你家己厝底下一个人，就一间房间，拢无人看嘛吼。你家己象征伫遐坐，即剩啥？剩你诶心。搁剩啥？天含你做伙，诸菩萨你做伙。真正吼。嘛像我这无人啦，拢无人知影我做啥，无人知。鬼神知，天知，地知，咱诶诸菩萨知。你在静静诶时阵，你跟谁在一起？你的念头，你独处的就是心激动，所以咱这个十恶所思甲十手所思，是咱人良心。你的良心若时常显示，你毋到别人。所以讲，咱来到佛堂，来到佛堂就是你用咱的良心显示了上好的时阵。这叫做照外境的影响心境哦，外境的影响心境哦。所以讲，你这个佛堂，你坐伫遮，因为这个道气，会感染。你就较有道心，你较有道心，你诶实际迄个良心本性较会显，较会显真。你要想歹诶，较无机会，因为你诶良心真咧甲你看，是毋是？咱有感觉无？你来到道场诶时阵，就是你道气上旺诶时阵。当然，你落了上下班，还是讲社会中日常生活，迄个道气较无吼。迄个实际迄个较无诶时阵。你脾气毛病就较会发，因为你的良心无咧来你看，真坐伫遮，你的良心有咧来你看，你的感觉你的道气有，倒有就是实际有，就是良心有，真你要发一寡有诶无诶歹诶，就较袂发。所以来到佛堂是真正消业诶，今仔日咱若第一工就消一工诶业，当然啦，第二遮莫去温温暖暖啦吼，较专心诶吼，大家来研究对咱较有利啦，真正，迄个心吼较会定着。所以讲十恶所思，十手所思，既然有足严重哦。有人恶极人心，心广体宽。这哪像啥？真有注意咱咧比喻做意思。伊这整个真大多比喻较真啦拢咧讲迄个神。你内在有啥？你显示出来就有啥？咱亲像讲富论恶，一个有钱人，这是一般咧讲啦富论恶就讲有钱人自然伊诶厝就水，安尼就有可能哪有迄个财产过60亿怎走出来？但是这足少，这咱毋敢讲啦这是例外啦。财产过600亿、过6000亿，但是以后伊大都超出破万嘛穿衫都穿破万这互我毋敢讲无足少，但是几乎大部分富论恶，
有钱的人，你要看伊的厝起遮水。哦，咱要看住豪宅的人，过来约个迄，无可能讲伊无钱，啊去住豪宅。要叫互我去住豪宅嘛，无可能。要人情嘛，这无遐济钱，嘛无法。啊，互我若有法度去住豪宅，表示讲这真正有钱啦，有轮恶嘛。哦，因为伊内在迄个富有富，所以讲伊外口迄个厝就足水。外口的厝足水，是因为伊厝内有钱。哦，安尼，迄叫做富润咯。德润心，一个人内心有德，自然伊身形出来就威严。哦，伊的身躯言行举止就有文明啊。哦，伊互看起来就迄点的道气甲道貌，迄叫做德。内在有迄个德，啊外在伊就有迄种的，迄种迄个所显示出来的道的迄种行为出来，叫做德润心。心讲体魄，咱像讲你心若足快，佫看着我无代志嘛足轻微，我心足快，体魄就讲食较会肥啊，安尼就对啦。真毋是讲一定看着一定有即个有固定的体质，但是伊看常理咧论啊伊常理咧论啊，当然有足侪例外，不过伊常理咧论。咱人若烦恼，人讲我最近3-6公斤，为虾米咧烦恼？食着咧困袂去。我伊早有一个朋友迄食饭年前，算讲去人伊迄个开车去人撞死着对。伊讲迄段时间有够艰苦安尼啦。伊讲伊毋通3-7公斤啊，几公斤，反正就瘦足瘦尔安尼。迄段时间拢为着这伫遐咧下风排解袂好安尼，互我直听咧讲，咧公司一个包厢就对了。我讲你最近你敢歹无来？我最近拢为着即件代志咧安那，食袂落啊，困袂去啊，3-6公斤。但是心若快，你物件就食会落。心若快咧清心嘛自然你身体就会生肉。大概伊就迄个意思，伊意思是讲，你内心有安那，你外在就安尼。总共一句对头到尾拢在讲一个，故君子必行其义。所以讲一个君子，你一定爱心，你内心内底人看袂到的，迄个一定爱顾好，毋通人看袂到的无要顾，要顾人看会到的，安尼一张，安尼哪像咧，咱咧栽册啊，迄个揠苗助长咧栽啦迄个故事，册啊栽落了。根看袂到啦，迄根伫下骹嘛想讲这看袂到，咱来顾迄个顶管看会到，所以讲伊就大个迄个圆啊，还是讲迄个册啊大伊有悬起来，你看安尼，我外面看的，表面看已经加较悬啊，伊个根已经离谱啊，念伊就喏安尼，加工去看死了安尼就对，会使咧修理就是安尼，袂使揠苗助长，毋是讲我外表安那。其实是爱对内在咧用功夫，因为你内在有迄个物件，你显示出来外口就迄个物件，这是整个意思。落来了，所以讲伫遮呢，咱佛法有哪用就安尼，把这篇啦相由心生来做解说，来做一个即句的结语。等下咱再做来研究啦相由心生。过去外国人有讲一句话，讲一个人若40岁以后你要为你家己的长相负责。40岁以后啦，你要为你的长相负责啦。你为虾米大咧讲？啥物叫做咱的长相？就我的外表外相。你若看即个人看做有成修行人，这绝对毋是假，是因为伊内心有道气。所以讲伊外口表现出来就是安尼。若讲你看相，迄若喺相片前咧，逐个看相，讲你即个人安那对安那，我就来美容，所以有人会美容。我这鼻仔那你哪像迄个老宅，我的喙仔那老宅，我就是爱安那整容爱然后我较袂老宅。当然，即种道理嘛有人咧讲，不过伊互我个人咧看，道理百般个人相信的无共啦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啦。我是袂相信，或是有人会相信，但是我是认为一个人的心境上重要，你的心境影响你的命运。我就足简单你想我要哪美容讲真互伊有富贵，我即若会富贵，表示我过去世有做种一寡福报布施。我自然的道理就是，因果一点仔丝毫会差错都袂，因果是袂差错的呢，真理袂差错呢，咱人做代志会做毋对的呢。但是真理的物件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伊该安怎就安怎，富贵贫贱绝对拢有伊的道理，绝对无迄个讲自私的啊。看点不由人啊，一切由天啊，有啥一切由天？个人所做的，过去所做的拢定，富贵贫贱、夭寿穷通，
半点不由人呢。哦，伊迄拢自然其成呢，拢对咱一点心生出来呢。你有啥物神经，你就有啥物命运呢？哦，所以讲相是由我们的心产生。啊，所以讲咱修行，若修到讲，你这看法吼，属于做大无成修行咱，安尼咱毋通讲呢。啊，咱莫无欢喜讲，无你一个外头，咱转来就好啊检讨，表示我内心不足。无是安怎我讲诶做代志，人拢讲吼，我这个人吼，迄个足气啊，重啊一点仔道理都无。检讨，哦，有啥物心境，自然而然产生什么外境。哦，这是一段内底啊，啊，落来咱互我来比对几啊个啦吼，啊，咱来做参考。互我甲即个成，哦，用一张树啊，这张树啊行偌大，这是偌久了的，这毋知是做一个啊，我讲来今仔是诚水啊吼。成大，哦，啊嘛毋知啊。后来咱还是，哦，咱来看伊背景啊，有一寡建筑物，哦，咱来看伊背景是毋是成大有这个建筑物安尼啦吼。即张是足水啊，哦，啊，即张足水吼，咱会当肯定诶，伊诶根绝对足旺诶。咱这根看袂到，这是土地嘛吼，但是看袂到，咱知影伊诶根若无旺，伊无可能大水啦，无可能。伊诶根若浅浅啊，讲拄啊离土下骹3公分尔，无可能啦，一直念嘛倒。迄定诶有可能1公尺、2公尺、3公尺、5公尺、10公尺嘛，只是咱看袂到。啊，伊根拖去诶有可能啊，不过60公尺咱看袂到。根太栽，就是因为根太旺、太栽、太健康，伊外口迄个树啊吼，才会当生较水。所以互我在咧成吼，放入它迄个根。啊，顶悬人鱼咧必性，吼，咱拢知影，咱咧修五常，人鱼咧必性，人鱼咧必性对对来。你若无成、无人、无机、无理、无义、无成，无成。人若无成就不成人呢，义若无成不成义，理若无成不成理，义若无成。不成义，心若无成啊，不成心，不成心啊。有劲诶人，比如讲，哦，我过去咱算老千的，即咱逐个拢知影，互我拢比如，互我倒来比如诶，这几乎咱拢捌听过，啊，大概安尼讲过，互咱一个印象安尼啦。咱算老千的，咱拢知影讲，我过去咧逐个咧办的，本来是走出来已经安全啊，但是听着讲，咱共产党诶吼，咧掠伊，哦，啊，就有一寡道亲有哪去互掠伊。哦，啊，就是要找迄个头，讲即个头若找着，哦，啊，你若头若无出来，你拢会死。哦，啊，咱算老天人哦，为着要救这个道亲，家己挺身而出，哦，挺身而出，啊，去共产党去打自首，讲这一切拢我做的，和你无关系，因为我去人帮的。哦，这咱拢知影啦吼。为虾米？因为咱算老天人有劲，伊毋甘着兄弟姊妹牺牲，哦，伊家己牺牲嘛，紧，迄叫做伊的性呢。伊毋是牺牲假伊呢，伊对兄弟姊妹好，毋是讲吼做表面互看呢。伊对兄弟姊妹绝对是真正真心好的呢。所以讲兄弟姊妹有问题、有困难，伊挺身而出呢。有生命危险，伊牺牲无要紧呢。伊若无成，你想快做会快？我心中对逐个拢一点仔想拢。